过来看由教育部颁嘅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，本做河洛话、客话同原住民话3种都见第9届嘅，今年选出的8个金人奖同2个团体奖，得主各2位的人录用，从一个舞台剧表演、戏曲创作，也算音乐文化教育人士录用。其中客语类金人奖由李雄业、林葵妹和个刘飞业得奖哦。财团方面，桃园市社会教育协进会得到客语类嘅团体奖。母语团。随后主攻一团客语教学嘅内容，推出音乐先生林群妹并了解教育嘅9位几多年，实得到10套奖嘅肯定。退休过后，伊就跟客语结合音乐，出版的5种客家古谣、诗词总结，来推广客家文化。韩国三万组发动体系客家研究嘅教授李雄燕，其实系新中人，伊当年都参加客语新准时嘅培训，跳槽年落成去教学，得到几多回馈，所以已经就行继续做客家事务。有个阿公，佢同我讲：先生啊，感谢你哦，叫我嘅孙呢。我讲用牌叫咯，因为佢本来冇信心嘅，呀训练了以后，讲客家话以后，佢更有信心。你这个客家人啊，我又会写曲，又会唱歌诶，还又会写诗词、写歌词，又安尼教出来哈，将会影响下台。我们这样的努力，希望未来台湾的社会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，用他自己的母语能够沟通，能够。潘桃园市新用品设计太好嘅财团法人桃园市社会教育协进会，喺全国头一例通过客家文化课程认证嘅机构，认证啲桃园客家组，就经过设计太好，佢出钱来开客家文化嘅培训课程，培育出1多客家教育嘅人才。还有从事间的推广太普强的刘飞业，就用广播电视一条片演技费，好帮韩国多年来了解太普强的客话。媒体安尼力量，本较多人看到、听到。我做教材啊，莫是讲电视台有配音嘛，甚至呢广播电台来播音。我哋做嘅节目当中，1礼拜差不多有15点钟嘅节目。推荐了很多的一些老师跟学生去中央大学的客家学院进修，他这样绵密的把我们进修回来的一个学员，那能够再回到社大来担任教学。我们目前在整个桃园市的新竹乡、杨梅市还有平镇市，我们有建立这个非常绵密的由下而上的一个终身学习的组织。客家文化要推广，唔单唱有一条客语类嘅得主来做，还有像係河洛語類嘅其中一個得主什麼家嘅文書，伊就數到佢統攝一個國家西班牙嘅世界上太難講因多民國嘅影響，因為下一個嘅國家就會對下本土文化做稀釋，所以喺國外演出家下就從河洛客家演出名一條按後堂嘅台灣古謠，喺國際舞台後展現出台灣古謠嘅神韻，又激將又激戰鬥。安尼本土語言的推廣，沒有為韓國豐富的樣貌。客家新聞鍾淑菲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